那我们上堂课呢是讲到96页的倒数第5行，就是如经云：法身为世俗，圣意无自性，于无性错乱，说明真实俗。那到这边呢，就是中观光明论的这个引的经文呢还没有结束，就是它只是引了经典里面呢，然后来成立说就是要认明所破的部分。那其实不仅仅是在于说现在的入中论善显密语书，我们可以知道说，宗喀巴大师呢，他在抉择见解的时候呢，无论是抉择中观的见解，或是抉择唯识的见解的时候呢，只要在抉择见解的部分呢，一定是先告诉我们说要先去认明所破。以唯识宗来说好了，就是要认明唯识宗它的空性的时候呢，要了解唯识宗它所指的真实义空性是什么意思之前呢，一定要先去讲述到说，那唯识宗呢，他所认为的所破呢是什么样子？那乃至于说像是中观宗里面，那在中观宗里面，无论是对于秩序派也好，或是对于应成派也好呢，都会先去讲述到说各宗呢所承许的空性。那要在了解空性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到说他们所讲的所破呢是怎么样子。那除了说这是宗大师呢所讲说的一个次第之外呢，那其实呢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如果呢我们真的想要去证得空性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心绪之中呢，一定要先了解呢叫什么呢是所破。那宗大师其他的见解呢，也是如是的在诠释，像是最主要呢，在解释唯识的见解的时候呢，那在了不了义善说上论里面呢，就有抉择到就是唯识中的见解。那虽然说了不了义的科判呢，并不像说在这边呢解释的这么的明显，说这边呢就是认明所破，但实际上呢，它的意思呢也是如同于此，就是告诉我们呢要先认明所破。那为什么要先认明所破呢？同样的呢，在了不了义的时候呢，他对唯识中的见解呢，最主要呢，他所引的经论呢，就是无着菩萨所造的菩萨地论呢，还有摄觉则分里面呢，然后来阐明说，我们呢，如果想要证得唯识中所承许的空性的话呢，那就一定要先了解说唯识中呢，它所指明的所破呢，到底是什么，就由此来成立呢，在证得唯识中的就近见解空性之前呢，我们还是得要去认明唯识中它的所破。那因为呢，我们现在所讲述的内容呢是秩序派的认明所破，那所以这边讲的中观明论呢，或是中观光明论呢，它就是我们所讲述到认明秩序派所破的论点。就是一般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会有讲到说，就是认明秩序派所破的论点，以及认明应成派呢所破的论点，就是它会有一个论点呢，有一本论呢，然后专门呢指出说这一派呢，他们所承许的。他们所认为的所破呢是什么样子，同样的呢，应成派也是一样，所以都有一个认明所破的论点。那这边所讲的呢是秩序派认明所破的论点。那秩序派认明所破的论点呢，就是中观光明论。那中观光明论呢，除了自己在阐述之外呢，那同样呢，他也引用了佛陀的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法身为世俗，圣意无自性，于无性错乱，说明真世俗。在这个法身为世俗的这个寄送呢，最主要呢就是要我们认明呢什么是无明我执。那刚刚就有提到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他在讲述到说我们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那他的次第呢，就是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一定是从抉择所破开始。就你要先了解到呢，什么是所破。所破如果成立的话呢，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成立的方式？它如果成立的话呢，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就是这个呢，我们要先去了解的。那同样的呢，这是一个讲说的次第。那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说我要观修空性，或者说呢，我要观修无我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说呢，空性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无我呢，它所代表的呢是什么？那所以我们要了解无我之前呢，我们就要先了解说和无我呢正相违的这个有我。那虽然说有我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假如有我它存在的话呢，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存在？那这个东西呢，我执呢是如何去支持它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呢，然后只知道说哦，诸法都是无自性的，然后呢，
我们去观修空性的时候呢，就只想要说，哦，诸法是无自性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口中念，然后手上呢就只拿着无自性这3个字之外呢，然后其他都没有办法去思维的话呢，那这样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破除所破的，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呢去了解到无自性。因为呢，所谓的正得空性或是正得无自性呢，它最主要呢是要去伤害我们相续之中的我执。那你要去伤害我们心绪中的我执的时候，一定要是有一个和它是正相违的这种理路呢，才能够真正的呢去对治到我执。所以你要去正对治我执的时候呢，你只要了解到说我执呢所支持的我呢，它到底呢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正相违的，就是与我执正相违的理路呢，去伤害我执的话呢，那是没有办法达成说我要去观修空性的一个目的，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因为观修空性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去对治到我执。比如说呢，我现在要修应成派的空性好了，我要去修应成派它的见解的时候，那我要修应成派的自性不成立的时候，我要先了解到自性成立呢到底是什么。应成派他所讲的自性成立到底是什么之后呢，我才有办法升起一个去对治支持这个自性成立的一个正对治的一个正的空性的智慧，才有办法升得起来。同样的呢，我们要去证秩序派的空性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要先了解到秩序派它的所破呢到底是怎样，它的所破如果存在呢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存在，唯有先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呢真正的呢去破释它。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一点呢不了解，然后仅仅是说我要去观修空性的话呢，就想说哦空性这2个字，然后去思维空性这2个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去观修空性呢是没有实质上的帮助的。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中观光明论呢，它引用了佛陀的经典呢，然后讲述到说，法身为世俗，圣意无自性，于无性错乱，说明真世俗。那这边呢，这句话的重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句呢，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还有最后面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这2者呢，虽然都是世俗，但是这2者呢，所理解的呢，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指的是世俗有，就是说一切法呢，它都是世俗有的。为什么是世俗有呢？因为一切法呢，这里所讲的世俗有呢，就是一切法呢都是由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由名言所成立的。在名言上面有的缘故呢，所以一切法呢，它皆是世俗有。只要是基层的话，只要是有法的话呢，它一定是名言有。所以一切法呢，皆是世俗有。所以呢，这边讲的世俗有，跟讲到最后面的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指的是世俗谛。所以世俗有的世俗和世俗谛的世俗呢，2者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要区分清楚。那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指的是世俗有。所以只要说诸法呢都是世俗有的，所以诸法呢它是存在的。那虽然说诸法呢它都是存在的呢，但是呢它并不是它呢圣意是无自性的，就是它的无自性呢，因为这边讲到说无自性，但是这里的无自性呢和应成所讲的无自性呢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应成派呢它是承许诸法呢都是无自性，但是以秩序派来说的呢，它是承许说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所以呢这边呢就要加上呢简别，就是秩序派的简别，所以加上说是圣意，诸法呢都是圣意的自性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诸法呢都是圣意不存在的。那于无性错乱，那一切法呢它都是圣意无自性，它都是圣意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把这种圣意不存在呢执持为有的这种，就是于无性呢把圣意无性呢把它执持为有的这种错乱呢，说明真世俗。那这种执持的这种了知呢，就是一种错乱的了知。那这种错乱的了知是什么呢？它叫做真世俗。为什么叫做真世俗呢？因为它会障碍我们去理解空性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真世俗。所以这边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呢，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指的是说，只要是名言有呢，就是法身为世俗的世俗。那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它所指的呢，指的就是无明我执。所以这2者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以色类学来探讨的话呢，就是到说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和说明真世俗的世俗
二者呢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就会回答到说，这两者呢它是三句型的关系。因为呢，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它一定会是呢法身为世俗的世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它指的呢是无明我执。那无明我执呢，它本身是一个了知，所以它一定是名言有的，所以它一定会是法身为世俗的世俗。但是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不一定会是说明真世俗的世俗。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像说是瓶子或是柱子等等也好，那他们呢皆是法身为世俗的世俗。为什么？因为他们皆是名言有的，但是呢，他们并不是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因为呢，他们并不是无明我执，所以讲到说明真世俗的世俗的时候呢，它指的呢是无明我执，而且呢，它是在了知里面呢，它是属于颠倒知，然后在颠倒知里面呢，它是属于分别的颠倒知。那如果说大家能够把这两个呢区分清楚的话呢，那到后面的讲解就会变得比较容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下一句。那从彼所生，由彼所显现，所见一切虚伪之事，名为世俗。那这里呢，讲到从彼所生的这个彼呢，指的就是透由无明我执所生，就是我们讲的说明真世俗的这个世俗，就是透由呢无明我执呢所产生的。然后呢，由彼所显现，所见一切虚伪之事呢，为名世俗。就一般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呢，诸法呢可以分为世俗谛以及圣义谛这两者。那一般我们讲述到说是瓶子或是柱子等等呢，它都是属于世俗谛。为什么是世俗谛呢？因为呢，它会被无明我执它会被错乱之呢，就是无明我执呢，它在无明我执中呢是存在着，但是呢，它所真实存在的状态呢，并不像是无明我执所看到般的那样子存在的缘故，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世俗谛。就是呢，它所存在的方式呢，它在瓶子和柱子呢，它在无明我执中呢是存在的，但是它真正的存在的方式呢，跟无明我执所看到的这种存在的方式呢是不相符顺的缘故，所以以此呢把它称之为叫做世俗谛。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说从彼所生，就是说讲到透由呢无明我执所生的缘故，那由无明我执呢所显现，那他所见的一切呢都是虚伪之事，因为呢他所见到的呢跟真实情况呢是不符顺的缘故呢，所以名为世俗。所以到这里讲呢，名为世俗的世俗呢，指的呢也是无明，这边的世俗呢，指的呢也是无明我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96页的倒数第二行，此复由无始错乱习气成熟真上而生，由此能于一切含事示现是有真实事性，定见为有。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那这个无明我执所讲到的无明我执呢，它是从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明的习气呢所产生的，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这里所讲的无明我执呢，它讲的呢是具身的我执，所以呢，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呢，从彼所生，就是从这个无明我执所生。那这个无明我执呢，它是因为从我们无始劫来呢，这个错乱的习气呢，透由它而产生的缘故，由此能于一切含事。所以讲到说一切的普特伽罗呢。我们说一切的普特伽罗呢，都会有这种具身的这种我执。那这边我们用我执来说也好，或者说以现在自序派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有这种实执、地实的执着，或者说真实的这种执着呢。所以一切的含事呢，就讲到说，所有的普特伽罗呢，视线是有真实事性，令见为有。那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所有一切的这些有情呢，会把所有的这些普特伽罗呢，会把这些圣意不存在的东西呢，或是地实不存在的东西呢，把它见为呢，就是地实而存在，是有真实事性，就是它非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把它看成好像是有真实的这种状态。那这种呢，就是无明以来的这种习气呢，导致我们会把一切法呢看成呢都是实质存在的，都是地实存在的。故由彼等意乐真上安立一切虚伪性事，名为世俗有。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在安立一切法的时候呢，安立一切虚伪性事，名为世俗有。那这边讲到世俗有的时候呢，世俗有的世俗讲得到呢，就是说透由呢无损害心显现，
透由无损害心显现安立的这种方式呢，是世俗有的，称之为是世俗有。那同样的呢，反过来说呢，如果不是由无损害心显现安立而存在的话呢，那这个呢就非是世俗有。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故一切补特伽罗呢，在心里面呢安立一切的所有的这些虚妄的这些事情呢，那这个呢就称之为是世俗有。那讲到说世俗有的世俗呢，就是透由呢由无损害心显现安立的这种存在呢，是世俗有。所以呢，这边我们就是呢解释到说，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一段呢，最主要告诉我们的呢，就是中观光明论里面呢，最主要告诉我们的呢，就是讲到说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还有说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这两者的差别呢，我们要搞清楚。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就是指世俗有，所以呢，就是凡是呢。名言所有的呢，就是这里所谓的世俗，就是法身为世俗的世俗。那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指的呢是无明我执。那我们再讲的更简白一点呢，就是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还有世俗谛的世俗呢，这两者呢是同义的，这两个呢是一样的，它指的呢都是具生我执。那这两个呢所指的这个世俗呢，也就是能障世俗。为什么叫做能障世俗呢？因为呢，它会障碍到我们见到真实性的缘故呢，它会障碍我们见到空性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是真世俗，所以它是一个能障的世俗。那一般我们在讲述诸法呢，就是分为虚妄还有真实这两者。那所有呢，就是虚妄的法呢，就是指到说世俗谛的这些法类呢，都称之为是虚妄的法。为什么呢？因为它透由我执所显现的呢，跟它真实存在的方式呢不符顺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虚妄。那真实指的是什么呢？真实指的是空性，因为呢，证得空性的理路呢，它所显现的空性跟空性它真实存在的状态呢是相符顺的缘故呢，所以把空性呢称之为是真实。所以在这一段中观光明论里面呢，最主要我们认清楚的呢，就是要先了解到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指的是什么？就是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指的是世俗有，所以它呢是存在的。那说明真世俗的世俗呢，它跟世俗谛的世俗呢，两者是一样的，它所指的呢都是无明我执。那平住等为什么称之为是世俗谛呢？因为呢，它在无明我执中呢是如同，它在无明我执中呢是存在的，就是它是如同无明我执所看到般的，它是因为在无明我执所看到它呢是谛实成立的，但是所以它在无明我执中呢是成立的，但是呢这种看到它谛实成立的方式跟真实的存在的状况不相符顺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虚妄。所以这两个呢是我们所要区分清楚的。那同样的呢，在这边讲到说安立一切虚伪性事，名为世俗有的世俗呢，那这个世俗同样呢指的是指说世俗有，也就是呢名言有的这个世俗。那以上呢就是中观光明论呢它的论文。那接下来呢就是97页的第一行的后面呢乱觉以上呢，那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开始解释这个中观光明论呢它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乱觉以上，那这边呢我们就看到96页呢的倒数第6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中观光明论如彼论云，就是于无真实性是争议为上形象之乱觉。那就是乱觉以上呢，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明于圣意无自性错乱为有之意。就这里呢，就很清楚的呢，把秩序派呢他的所破呢，就是圣意无自性这一点点明了出来。为什么不能只说是无自性呢？因为秩序派他称许一切法呢都是自性存在的。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性存在的呢？因为一切法呢，它在找寻之后呢，找到最后呢，都是可以有一个东西能够被找到的。就比如说呢，我们讲述到补特伽罗的时候，那我们补特伽罗呢，你寻找到最后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安立补特伽罗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补特伽罗事项的这个意识呢，就是我们找到最后所能够找到的补特伽罗。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他们秩序派呢，他承许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但是他不承许一切法呢是圣意存在的，所以在这边呢就加上了圣意的简别，就把
于无真实性是呢的这个真实性呢，就是指说呢圣意无自性。那他把一切法呢都是圣意无自性，就是圣意不存在呢，把一切法执持为圣意为有呢。那这个呢，把一切法从圣意无自圣意不存在执持圣意为有的这个呢，就称之为是无明我执。所以这边的乱觉呢，指的呢就是说无明我执它本身是一个颠倒式，它是一个错乱之。为什么错乱呢？因为它把圣意无自性呢，执持为圣意有自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96页的倒数第5行，就是卢金云的前面，就是乱觉之后呢，就是名为世俗，至必真实故。那就是呢，上面这句话，名为世俗，此能障真，或有此能必真实故。那这边呢，就讲述到呢，就是这里呢，所谓的真世俗呢，它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在讲述到真世俗的真呢，指的呢就是指真实性。那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明真世俗之意，就讲到说真世俗是什么意思呢？那世俗呢，真世俗的世俗呢，指的呢是能障义。那能障义呢，指的就是说无明我执，就是这个无明这个世俗呢，指的是无明我执。那未能障蔽真实也，它为什么叫做真世俗呢？因为它能够障蔽了真实性，也就是能够障蔽空性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真世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看到后面这边呢，就是第97页的第4行。那从彼实质所出生故，有彼实质现世实有，能见彼者是分别心，非是根识。那这边呢，就是从彼实质所生故呢，那就是看到就是中观明论呢，它里面就是卢金云的后面这一段，就是96页的倒数第3行。从彼所生的地方，那这边讲的从彼所生呢，就讲得很明显，从彼什么所生呢？从彼实质所出生的缘故，有彼实质所出生的缘故呢，有彼实质现世实有，就是这个实质呢，它把诸法呢，就是不存在，诸法地实呢不存在呢，然后把它执持为呢，诸法是地实存在的。那能见彼者呢，是分别心，非是根识。那能够见到呢，就是实质呢。就是能够把一切诸法呢，把它是无地实的这一点执持为是地实的这一点呢，那这个呢是分别心，这个呢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呢，就是能够证得这一点的呢是分别心呢，但非是根识，就是说根知呢是没有办法证，没有办法去执持的，没有办法把诸法无地实呢执持为地实。所以呢，这边讲到说，能见彼者呢是分别心，非是根识。那在这边呢，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呢，就是这里呢，我们要了解到说，这边用的呢是执持的缘故，把一切诸法呢，就是无地实执持为地实呢，这个是分别心的部分。那这边呢，就要讲到说，也有显现的这个差别，就是把一切诸法呢，就是无地实显现为地实的这个差别。那执持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无论说像是下部宗也好，或是唯识宗，或是应成来说呢，全部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把一切，就是说我们要执持，有我也好，或者说呢有自信也好，或者说呢有地实也好呢，就是凡是要去执持呢，是唯有分别心才有办法去执持的。但是呢，显现为根知，显现呢就是只有根知呢才能够去显现。就像是以唯识派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承许呢，就是根知呢它是可以显现，它是可以显现就是外境成立的。那同样的呢，应成派呢，它也承许呢，就是根知呢，它是可以显现呢有自信的。所以我们要把执持呢，是唯有分别心呢才能去执持，但是显现的话呢，是表示说根知呢也能够去做显现的。那这里呢又讲到了说，就是秩序派呢它的一个不共的程序。那接下来呢就是二地论事呢，它会讲述的更清楚。那所以呢，这边最主要呢，就是讲述到说呢，就是执持为分别，就是执持无地，把无地实呢执持为地实的这一点呢，那执持呢皆是分别心的这一点呢，是所有一切的事部宗义呢都是共同承许的。那这边所有差别的呢，就是讲到显现的部分。所以呢，在96页的倒数第2行的最后面呢，就讲到说，由此能于一切含事，视现是有真实事性，令见为有，故由彼等意乐真上安立一切虚伪性事。所以这边讲到说呢，一切含事
视现是有真实视性，令见为有。所以这边讲的见呢是显现的意思。所以这边显现呢，就说那能够显现为第十的这个了知是什么呢？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从彼实质所出生故，有彼实质现是实有。那能见彼者呢，是分别心。所以这边提到呢，就是能够呢显现为第十成立的这个呢，是分别心呢，非是根式，就表示说，这个呢是秩序派他所不共的程序。秩序派呢，他并不承许说呢，根知呢能够显现第十成立这一点。那这个呢是秩序派他最不共的一个承许的地方，跟无论是唯识派或是应成呢所承许的呢都是不同。因为呢这里很明确的呢就讲到说呢，能够显现，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直持呢，如果是直持是有第十的这一点呢，一定要是分别心的这个，那这是四部中义呢都是承许的。但是这边呢光解释显现的部分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显现第十的呢，就讲到说能见彼者，就是能显现是第十的呢，是分别心，非是根式。那为什么呢？与二谛论事之所破实有，非根式所见异同。为什么？因为在二谛论的这个解释里面呢，那二谛论的这个解释是智障论师所写的。那智障论师呢，他在二谛论的解释里面讲到说呢，所破的这个实有呢，就是第十成立的这个呢，第十有的这个呢，非根式所见的意思呢是一样。那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智障论师呢，他是属于随经部型的秩序派。那这边就是引到随经部型秩序派的，就是智障论师所造的二谛论师里面讲述到说呢，所破实有呢，它根式呢是没有办法见到的，要见到它呢，一定要是为分别心。那与此异同，就表示说，如同呢随经部型的秩序派是这样的程序，那我们随瑜伽型的秩序派呢，也如是的程序，也是程序说所破呢是没有办法被根知呢所见到的，就是没有办法被根知所显现的，要显现所破的呢，也一定是要分别知呢才能够显现。所以这边呢，无论是就讲到说秩序派呢，无论是随经部型的秩序派也好，或是随瑜伽型的秩序派也好呢，他们都承许呢，就是所破第十呢。要见到它的这个能够显现它的了知呢，一定要是分别知才能够显现。那所以呢，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到说呢，就是如同二谛论里面呢所讲述到的呢，就是所破实有呢，它根是所见呢。那如同二谛论所说的呢，就是如同瑜伽型，如同随经部型的秩序派呢所说的一样。那随瑜伽型的秩序派呢，它也是如此的同意。他也是承许这个，所以讲到说呢，非根式所见呢异同，就表示说他们两派呢都是做这样子的程序，他们都承许呢，就是所破实有呢是没有办法在根知识上呢所显现的。那如果说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在根式之上呢去显现这个所破第十呢？那要回答起来呢是比较困难的一点，这个要去回答呢是蛮困难的，因为呢大家就会问说，为什么以秩序派来说呢？因为讲到说秩序派呢就是分为经部型秩序派以及为随经部型的秩序，还有随瑜伽型的秩序这两派。那这两派呢，它都是做这样的程序。那为什么他们不程序说所破呢？所破实有呢没有办法被根式所显现呢？那这个回答是蛮困难的。为什么？因为秩序派它程序说呢，外境成立，就是它程序二取空，它也程序二取空。那同样的二取空的所破呢，就是外境成立。它程序外境成立能够被根知所见到，但是为什么所破实有没有办法被根知所见到呢？那这个要回答的呢，就会比较困难。这个要回答起来呢，会比较困难。那不过呢，就是说，如果呢我们去做回答的时候呢，就想要说，为什么呢所破第十没有办法被根知呢所显现的呢？就是会讲到说，它跟呢根知看到外境成立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根知能够见到外境成立，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说它一定要透有一个设法。它一定要透有一个具设之后呢，它才有办法成立这个外境成立。因为我们在讲到说二取空的这个所破呢，就是外境成立呢，外境成立这一点，它一定是要伴随着就是出分的这种设法之后呢，它才能够显现。如果没有一个出分的设法，它不可能沿着心法，或是心不相应法呢，然后去显现出了就是第十的这一点。所以就算是根知呢，它要显现外境成立呢，也必定呢要去沿着这种出分的设法，才有办法去支持外境实有。
外境成立的这一点。那为什么说他没有办法见到就是所破的这个地势呢？因为所破地势呢，我们讲的说，如果你要见到所破地势的话呢，那你就要见到说这个地势呢，它是非由无损害事显现安立，它是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那讲到说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的时候呢，知道说它是为境上安立的这一点。那为境上安立的这一点呢，就是你说根枝要去见到一个不需要透由就是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然后是由境上成立的这一点呢，以根枝来说，根枝要去见到这个东西呢是太困难了，是没有办法见到的。所以一般在回答的时候呢，是以这种方式去做回答。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下一段，就是从此复至而生，名彼实质是具生值。那这个呢，我们就看到96页的倒数第2行，此复由无始错乱习气成熟真上而生，就是从这边的，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此复呢到而生，就是这句话。那这句话所表明的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实质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具生的实质。所以就讲到说，此复至而生呢，名彼实质是具生值。那就讲到说，我们之前呢，在讲述到说我们的所破的时候呢，说我们的所断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安立方式。在讲述到所断的时候呢，我们会讲述到说有2种所断，就是所知障以及烦恼障这2者。那在讲述到所破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说有遍计的所破以及具生的所破。那虽然说呢，所破就是以实质来说呢，它本身呢是具生的实质，但是呢，遍计的实质呢，它同样呢也是实质。所以呢，在这边所讲到的呢，就是此复呢，就是从彼而生的这个彼呢，从这个无名实质所生的这个实质呢，它是透由无始错乱习气成熟真上而生。所以就讲述到说，这个所谓的实质呢，指的是具生的实质。那具生的实质，它也包含到说像是实质的种子，实质的种子呢，它也算是具生的这个它也算是具生的这个所破。所以在这边呢，最主要是讲到说此复呢到而生呢，它所讲述到实质呢，它是一个具生的实质。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故云一切含识，彼等含识之意乐，非为分别心，亦有无分别心。那这个呢，我们就看到96页的倒数第2行的最后面那一句，由此能于一切含识，视现是有真实事性，令见为有，由彼等意乐真上，安立一切虚妄性事，名为世俗有。那这边呢，就讲述到了说，什么叫做世俗有呢？那这边讲说，一切含识就是所有的补特伽罗呢，由彼等意乐真上。那这个彼等意乐真上呢，就是透由呢他的心呢去安立的。就等于说，我们刚刚说就是唯心去安立。那唯心去安立的这个心呢，这个了知呢，它是就是这边所讲的彼等，就是97页的第1段的倒数第4行，倒数第5行。倒数第5行这边讲说，彼等含识之意乐，非为分别心，亦有无分别心。就等于说，我们去安立世俗有的这个心呢，那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讲到说，就是由心显现安立的存在，这个有是世俗有。那由心显现的安立呢，是由什么心去安立的呢？那这个心呢，就是不仅仅是有分别心，不只是分别心，乃至于说无分别心呢，也是有的。就像说我们在安立瓶子的时候呢，能够去入瓶子的两知呢，我们可以安立直瓶分别知，同样呢也可以安立直瓶远知一样。所以呢，在讲到说我们去安立世俗有的这个两知的时候呢，因为假如说是由心去安立而有，那这个安立的这个两知，它除了分别心以外，那无分别心呢也同样呢是存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看到就是97页第1段的倒数第6行，有彼2种心真上安立为有，非圣意有之诸虚谓是，名为世俗有者。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世俗有的成立呢是怎么样的成立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世俗有的世俗呢指的是就是说为心安立而有。那心安立而有的这个心呢，就像前面讲的，它不只是分别心，就是无分别心也有。所以由心去安立而有的这个心呢，是只说就是分别心和无分别心这2者都有。那所以这边我们就先讲述到说呢，就是
秩序派它的所迫呢是什么呢？秩序派的所迫就是我们在第一段的倒数第3行呢，这里所讲到说，若为非由于心显或由心真上之所安立，而是比喻自体中有呢，那这个呢就是秩序派它的所迫，或者说我们一般在讲述呢，就是讲的更清楚一点呢，就是非由无损害之显现安立，由镜上不共的实体成立的这一点呢，是秩序派的所迫。所以呢，既然是呢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呢，然后还要呢透由镜上不共的实体成立。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加上镜上的不共实体呢？因为以应成派来说呢，它并不需要加上不共的实体，它只要是由镜上实体成立的这一点呢，自然应成派就把它是认为是所迫了。但是这边呢，秩序派为什么要加上是由镜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最主要说，它就是不需要冠带，不需要冠带就是了之，它可以在镜上呢为镜上安立而有的这一点呢，叫做是由镜上不共的实体成立。那也就是这里面内文所讲到的呢，有比义质体中有，比义质体中有，就是说它是存在于镜上呢，它本身呢就是质体存在，就是圣意存在的这一点呢是比义质体中有。那这一种呢，这一种的成立方式呢叫做第十有。所以呢，反过来说呢，由心显现所安立呢，那这个心我们讲到说是由无损害事，就是由无损害事所安立的这一种有呢，就是这边所讲述到的是世俗有。所以有比二种心，就是无损害心、无损害的这两种心呢，分别心和非分别心呢，他们所安立的有，他们所安立的有是怎样呢？就是非圣意有的诸虚位事呢，就是这里所谓的世俗有。那我们讲到说无损害事呢，什么叫做无损害事？无损害事呢，以分别之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与单着境呢不错乱，那这个呢叫做无损害事。那以无分别之来说的话呢，它就是对于显现境的志向不错乱的，那这个呢称之为是无损害事。所以以分别之来说呢，像见到兔子脚的分别心呢，它就并非无损害事。为什么？因为它对于它的单着境已经错乱了，因为兔子脚不存在，但是它见到兔子脚的缘故，所以它于单着性已错乱的缘故，所以它并非无损害事。同样的呢，我们说像显现把雪山呢显现为蓝色的这个眼睛呢，它也是非无损害事。为什么它不是无损害事呢？因为它的显现境志向已经错乱，雪山是白色的，你把它看成蓝色的呢，它本身就已经是错乱的缘故。所以在这边呢所讲到的彼等寒士之意乐，非为分别心，亦无分别心，有彼二种心真上安立为有，就是透由分别心和无分别心所安立为有的这个心呢，这个心它本身要是无损害之，那无损害就是分别的话与单着性不错乱，无分别的话呢与显现境志向不错乱。那这两者呢去安立的话呢，就可以安立出就是为世俗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一段的倒数第3行，就是第一段的倒数第4行，那就是讲到说即法身为世俗之意，就讲到说呢，这边的为世俗有的这个世俗呢，指的呢就是我们刚经96页呢倒数第4行所讲的法身为世俗的世俗呢，这两者呢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切法呢，它都是由无损害之呢显现安立的这一种呢，就是由名言有的这种有法呢，就是法身为世俗的这个世俗的意思。所以这边法身为世俗的世俗，还有世俗有的世俗的意思呢，非位于实质世俗中有也，就是这两个世俗的意思呢，并不是讲到说实质的世俗，就讲说我们开始讲到说无名实质、无名我执、无名实质的这个世俗呢，并不是这种实质的世俗中而有，因为我们讲到说实质世俗中的这个世俗呢，它跟世俗地的世俗二者是同义的，就是无名的这个实质呢，我们从最初无名的这个实质呢，然后在显现的时候呢，是把它从无地时呢显现为有地时的这一点，那不是由这种实质世俗中有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呢就是法身为世俗跟为世俗有的世俗的意思。所以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那由是当知，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这边的重点，就是这里呢就讲到说秩序法它的所迫是什么呢？就由以上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了知，若为
非由于心显现或由心真上之所安立，而是彼义自体中有。那就这一点呢，就显现出了就是秩序派呢，它的所迫是什么？就是非由心显现，或者是呢非由心真上所安立。那这边一直翻到看到真上这两个字，那在藏文里面，它是用力的这个意思，就是非由心力去安立，并不是透我们的心去安立，所以这个真上呢，就是透由心的力量去安立的意思。而是比喻自体中有，也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述的呢，非由无损害事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那这个呢就是实有。所以这边讲的，世俗实质世俗呢，实质世俗所支持的是什么呢？它所支持的呢，就是非由无损害事显现安立，然后呢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它支持这一点呢，就是这里所谓的地实，所以它所支持的这个呢，就是非由心显现，或由心真上之所安立，而是比喻自体中有。这个叫什么呢？即是实有，就是地实有的意思。这个呢，即是地实有，也叫做圣意有，也是真实有。若执彼有，所以如果是直到呢，非由心显现或由心真上之所安立，而由比喻中自体中执持这个是有的话呢，那这种执着呢，就称之为叫做具身实执。所以具身实执呢，它所执的这个所迫呢，一定是非由无损害事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的这一点呢，它所支持的这个呢，才是具身的实执。所以这里呢，就是直接点明了呢秩序派的所迫。那秩序派的所迫呢，就是非由无损害事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那这个呢，就是秩序派的所迫。那这个所迫呢，也就是所讲的实有，也就是地实有，还有圣意有，还有真实有。所以这些意思是一样的。对秩序派来说呢，这些都是所迫。那若执呢，这些地实、圣意还有真实呢是有的，这个呢，那就是所谓的具身实质。那也就跟我们一开始呢，在讲述说证明所迫的时候呢，我们要先了解到说第十成立之量，就是第十如果成立的话呢，它要用什么方式成立呢？就讲说第十它如果是成立的话呢，它就是要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然后是在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的这个方式呢，它如果成立的话是要这种方式去成立。那成立这个东西如果是成立的话呢，那如果支持这个东西呢是有的这种了知呢，这种了知呢，这种执着呢，就是具身的实质。所以就像我们一开始讲，认明所迫，所要认明的呢，就是第十成立之量。第十如果是有的话，它是该怎么成立的？那它成立之后呢，支持它的这个实质呢是如何的支持的方式？那就是在这边这一段的最后两句呢，就把它点明的非常的清楚。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执法有第十的无明是分别心吗？那人们现在回答说是的，这是当然。就是无论是容我执也好，或是法我执也好，只要是我执的话呢，它一定呢会是分别心。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请问无损害事的分别心呢，它是如何能够尽力？它是如何能够就是进行安立的这个作用？那这边人们现在就回答到说呢，就是所谓我们透有呢无损害事呢去安立的话，那以非无分别知来说的话呢，就像是直凭眼知，它为什么能够安立瓶子呢？因为呢它是能够去入于瓶子的，它因为能够去入于瓶子缘故，所以它能够证得瓶子的缘故，它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安立出瓶子。因为你能够证得这一法，所以你自然而然呢，你就能够证得它。那同样的呢，如果说我们以像是常法来说，像是所知或是常法呢，那同样呢也有能够去入它的这些分别心，像是能够证得常法的分别心，能够证得所知的这种分别心呢，它都是能够去入于常法或是去入于所知呢，所以它呢就同样能够安立常法以及所知，或者说我们在证得身世无常的时候，那透由证得身世无常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一定是透由就是正因呢去证得，所以一开始一定是透由呢比度呢去入于身世无常，所以这个比度它能够去入身世无常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能够安立出身世无常。所以这边讲的说如何的去安立呢，就是有一个能够去入它的了知。那这种无损害能够去入它的这种了知呢，就是称之为就是安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下一段，就是同样呢，就是
这是一个辩论，就是如果说呢，你讲述到说秩序派的所破呢是案例说非有无害非有无损害是显现案例，是由镜上不共的实体成立，这一点呢是秩序派的所破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就提出了疑惑说，如果说你成立这个是所破的话呢，那在中观光明论里面呢，同样他也引了中观光明论说，中观光明论里面他有讲到说呢，言圣义无生者，未由真智不能成立诸法生也。准此可显，若观真实意志而能成立为生即有者，即圣意之生有。此与全说复云合通。那这边呢，他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呢这是你所讲的所破的话呢，但是呢，像是在言圣意无生者呢，言圣意无生者是在般若经里面的一段话。那什么叫做圣意无生呢？就是未由真智不能成立诸法生也。那真智呢，真智所的就是呢，就是能够观察圣意的这个理智呢，或者说我们讲说就是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智。为什么叫做圣意无生呢？因为中观光明论里面他讲的说，什么叫做圣意无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圣根本定智里面呢，所不能够成立的诸法的这种方式呢，叫做圣意无生。所以呢，从这句话呢，准此可显呢，就是那这个问难的人呢，就说，所以呢，从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呢。那在藏文里面就是说，从这边呢，我们可以间接的了知道，准此可显，就是说可以间接的了知到呢，若观真实意志而能成立为生即有者。那如果说呢，是在圣根本定智当下呢，能够去安立还有生还有有的这种方式呢，叫做圣意之生有。那这种说法呢，跟你前面的这个解释的方式呢就不一样的。那你该如何的呢去解释这一段话呢？就是他提出了这样子的疑惑。那接下来呢，就是中科大师呢就回答到说：答诚如所问，当知与所破所加之圣意简别有二圣意。那这边呢，就是钟大师就回复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到所破的时候呢，会加上圣意简别。那什么叫做圣意简别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圣意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圣意呢它有两种，就是两种不同的圣意，就像我们刚才解释世俗一样。或者说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唯识宗的时候呢，唯识宗在讲述到说生意无自性性的时候呢，会提到说第一种生意无自性性的意思，以及第二种生意无自性性的意思呢，那就如同这个样子。所以在这里呢，也讲到说，我们所讲到的圣意呢，它同样呢也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讲述圣意简别的时候呢，还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圣意的意思呢，是以文思修三种理智为圣意，如上所说，即有彼不成者。二以非由心真上安立，而是彼意自体中有为圣意有。凡前种圣意及彼所成就，皆可是有；后种圣意及彼中有，皆非定有。那宗喀巴大师呢，他就回答到说呢，就是分为两种圣意。第一种圣意呢，就是以文思修三种理智呢为圣意。那文思修三种理智呢，我们就简单的理解的话呢，就是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智。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智当中能够成立呢，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智当中而有的这种方式呢，称之为是圣意有。那这种方式呢，就是上面所说的这种存在的方式呢，那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就是你中观明论所讲的这个呢，就是在圣根本定智当中不存在的这个缘故，所以如上所说，即有彼不成者，就是你上面所引的这个中观光明论所讲的这个生意无生呢，就是因为在圣根本定智当中呢，没有办法去安立的缘故呢，所以即有彼不成者。那第二个圣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讲的所破，就是以非由心真上安立，而是彼意自体中有，就是刚刚所讲到这个是秩序派的所破，所以这个呢，非由心真上安立，而是彼意自体中有的这个呢，把它为安立有，安立为圣意有。所以呢，前面的这种圣意呢，就是文思修三种理智为圣意的这种圣意呢，那它彼所成就呢，就是以文思修三种理智呢为圣意，就是正得空性的圣根本定智呢，以这个圣根本定智呢当做是圣意，即彼所成就，就是在这个圣根本定智当中所能够证得的呢，彼所成就呢皆可是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圣根本定智是有的，那
它所证得的呢就是空性。我们说一切无地时的呢，都是能够在圣根本定制当中呢，就是所成就或者说显现所证得。所以这两者呢皆可是有，就是圣根本定制还有他所看到的这个空性呢，皆可是有，都是存在的。那后种圣意呢，就是提到说后面这个圣意就是提到说所破的部分，就是非有无损害是显现安理由经上不共的实体成立的这一点呢，还有呢，即彼中有，就是在这个第十有之上呢，有这个第十成立的瓶子、第十成立的柱子，这种呢，皆非定有，就是这两种呢都是不存在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以是若后圣意中有，则前圣意中亦决定有。就提到说呢，如果说后面这个所破呢，它要是有的话，那就一定是圣意有；如果它是圣意，它是圣意存在的话呢，它就一定呢可以被圣根本定制呢所见到。但所以才讲到呢，若后圣意中有的话呢，则前圣意中亦决定有。那至于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因为比较多的缘故，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呢再继续的做解释。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那接下来呢就是做回向。